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学生囡仔食营养午餐，竟然食到臭酸喷，这尔啊罕古的代志，发生伫台北市的内兴国小。原来是顶礼拜五，厨工无甲汤桶收走，拜一另外一个厨工送餐的时阵，看到教室已经有汤桶，想讲已经有送餐来啊，嘛无拍开甲确认，就安尼停打咯。有2个学生就啉到这个顶礼拜五所留落来的汤桶的汤，拢已经臭酸咯。做营养午餐的业者发生这么大的错误，教育局是按规定加记缺点罚款。营养午餐的业者塞车将这食材送去学校，也不想袂到讲学生啉的汤是喷。学校通知才知道说，他们午餐里面有1桶，其实就是馊水。整个流程我都没有办法理解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家长讲真正是有够憾，代志发生伫昨台北市立兴国小课后的辅导班，原来是灶脚的工人无将顶礼拜五的汤收走。昨另外一个工人送餐的时，看到班级已经有汤啊，无搁甲确认，当作讲有人送啊，一直到学生啉到这个汤，感觉这个味已经臭酸啊，才发现讲啉到是顶礼拜的汤。当下我们在室内都是戴口罩了，闻到的味道确实有点变异，那他会以为那是一个调味的作用哦。据厂商所说，是他们有一个是应该算是新手，这个在拿取这个汤的过程中，并没有很熟悉跟确认，所以导致有这个错误。这个消息引起关心，依照校方表示讲，这间营养午餐的业者是将食材送到立兴国小的中央厨房煮熟了后，再由这个工人送餐到各班级。卡菜部分是由1年的老师做负责，食了呢，放伫教室外口由工人收回。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？教育局甲卫生局昨早起嘛稽查过啊。原来是1月12号才要召开的午餐供应委员会，那我们就提早到今天早上，今天一定会做出结果来。它有罚款，有记点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教育局已经在处理啊，立兴国小为明仔载起暂停供餐，嘛将依照规规部分进行检讨甲罚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